正前面诸生人面，诸生人面，正中央观世音菩萨、观音佛祖、观音佛祖，东山必宣寺，观音佛祖来观之莲，火山碧云寺，火山碧云寺，会上平明心，观音佛祖来自观之莲，火山碧云寺，观之莲，火山碧云寺，观之莲，火山碧云寺。农历过年前都有恭送观音佛祖的火山碧云寺。农历正月初九拜天公之前，迎接观音佛祖回来东山必宣寺。